大家好啊，又係我泰利啦，好歡迎大家咧又翻到嚟泰利台嘅時間啦。咁今日咧呢一集節目咧係繼續同大家咧講下風林火山嘅。嗱，雖然咧就小弟咧因為身處外地啦，就未有機會能夠睇到即係風林火山呢部電影啦咁樣咁啊，但係咧關於呢部電影咧嘅相關嘅新聞咧，其實真係非常之多嘅。咁啊啱啱啦喺香港就上映咗，已經係去到第3日、第4日啦，即係已經係第一個禮拜嘅放映啦咁樣。咁啊好多朋友都已經睇咗噶啦。咁啊喺網絡上面咧，當然就係預期之中嘅爭論啦咁樣。因為關於呢一種咁樣嘅電影咧，即係有咁大 budget 啊，咁多明星啊，然後個導演又係咁即係所謂嘅風格咁別樹一次啊咁樣，咁啊一定係會引起好大嘅爭議啊、爭論啊咁樣，咁啊會好多人鬧啦，亦都有啲人會讚啦，咁然後咧就尤其是而家嗰個網絡上面就基本上大家都係好情緒化嘅，咁所以變咗咧就係基本上就係大家都係盡情咁樣去喺度叫做宣泄緊自己嘅情緒。咁其實我對呢部電影咧就唔係好大情緒嘅，即係我對麥浚龍咧就本人咧就唔係好大感覺嘅嚇。咁啊佢嘅導演作品都係得一部啫，就係呢一個12年前啊2013年嘅呢個殭屍啦。咁我都幾中意嘅，但係咧即係我上個星期咧就再睇多次殭屍咧，我仍然係覺得咧殭屍咧喺呢個人物同故事上面咧有好多地方咧都係即係唔知佢講乜嘅，即係坦白講，即係即係語言不詳嘅都係。咁但係佢撇除嗰啲嘢之外，佢都有佢值得睇嘅地方啦，視覺啊、美術啊，或者係佢對於個題材有嗰種睇法啊咁樣。咁另外或者係指導演員啊嗰啲，佢都有佢自己一個好獨特嘅一啲風格嘅，即係唔係冇嘢睇嘅。咁所以我相信咧，風林火山咧就只會係殭屍嘅一個所謂嘅更加大 budget、更加大嘅野心嘅一個 expand 嘅一個版本。咁啊，所以我都係即係某程度上都期待嘅，但係都大概都估到出到嚟嗰個情況效果會係點樣。咁無論如何啦即係我因為未睇啦，所以冇辦法去講嗰個對於嗰個戲本身嗰個感受。但係咧呢個戲咧就的確係有好多嘅相關嘅花邊新聞咧係不斷咁樣出現嘅。咁啊由佢之前所有嗰啲即係同演員之間嘅一啲所謂嘅 rumors 啊，咁我以前已經係幾年前嘅片都已經講過啦。咁啊嚟到而家呢一刻啦呢部電影啦真係上映啦咁樣。咁啊的確咧係有啲演員咧係堅持都唔會出嚟宣傳嘅，例如金城武啦，又或者係傳說同導演即係有一個好大分歧嘅任賢齊啦，甚至乎喺而家嘅公映版本嗰度，任賢齊喺所有嘅官方宣傳嗰度咧，基本上係完全消失嘅。嗱，我想問下睇過《風林火山》嘅朋友啦可唔可以講下喺部電影嗰個成個 credit 裏面咧，有冇出現任賢齊個名？定係即係會唔會只係當佢係一個所謂嘅神秘特別演出？定係直情冇晒啦？佢只係喺個電影度出現啫。可唔可以俾翻一啲咁樣嘅資料我？咁所以係咯，即係睇到呢啲咁樣嘅一啲小嘅一啲端倪，大概都估到中間其實係的確係會發生過一啲事嘅。咁但係其他嘅演員，譬如話劉青雲啊、梁家輝啊，甚至乎係戲份唔多嘅維斯亞都有幫呢部電影做宣傳。咁因為呢啲人仲係喺個圈嗰度活躍啊嘛，咁所以亦都可以理解到就係佢哋都係想可能係即係好耐好耐啦，無論係即係部戲拍成點都好，咁樣都仍然係即係起碼都係一個自己演藝事業上面嘅一個所謂嘅一個標誌、一個里程，咁不妨都做埋啦咁樣。咁但係呢部電影咧就即係除咗頭先之前講過就係任賢齊同埋金城武嗰啲咁樣傳說發生過嘅一啲事之外，咁但係其實咧有啲事咧都係喺隨住電影上映咧係鋪咗面嘅。咁啊呢幾日最多人談論嘅一樣嘢咧就係關於所謂呢個動作指導嘅一啲所謂嘅爭端啊。咁啊事緣啦咁啊有一位咧都如果睇得港產片多嘅朋友都會比較熟悉啦，就係呢個洪欣欣師傅啊。洪欣欣師傅咧就即係如果睇開港產片都會知啦黃飛鴻裡面嘅鬼腳七。咁事實上咧喺黃飛鴻即係徐克黃飛鴻嘅第一集裏面咧即係李連杰呢個第一次做黃飛鴻呢一個版本裏面咧洪欣欣咧係參與咗一個好重要嘅崗位，就係佢係李連杰一個好主要嘅替身。因為喺拍攝呢一個第一集
即係徐克版嘅黃飛鴻嘅時候咧喺 ending 嗰個捉梯大戰嗰度咧，其實咧係發生過咧，李連杰咧係開始拍冇幾耐咧就踢斷咗隻腳，咁變咗咧佢就係入咗醫院，咁於是乎咧有好多嗰啲翻騰啊、踢腿啊嗰啲見唔到樣嗰啲動作咧，基本上都係由洪欣欣咧就係戴住個頭套咧就係幫阿李連杰去完成，咁李連杰咧就係即係阿徐克就係將佢搬出醫院，就叫佢坐喺張凳嗰度咧就拍上半身咁樣，就即係拍咗好多咁樣嘅鏡頭嘅咁樣，咁所以其實洪欣欣喺即係成個呢一個黃飛鴻嗰個電影嘅製作裏面咧都好重要嘅。第二集就做九宮真人添啦，第三集開始就做鬼腳七，咁然後一路之後咧就成為咗呢一個徐克一個好主要嘅一個動作嘅班底啊。咁啊最經典嘅就係刀啦。另外仲有去到順流逆流啊，洪欣欣都仲係動作指導咁樣嘅。咁啊近年洪師傅啊少啲作品啦，咁但係原來咧最近咧就爆出咗咧，佢原來咧係同呢個風林火山咧係都有啲拉楞嘅。咁事緣就係話咧喺呢一個電影咧係做咗一個所謂嘅內部嘅一個傳媒嘅優先場之後咧咁有啲朋友咧就喺呢一個洪欣欣師傅嘅社交媒體喺度，即係其實即係 Facebook 啦，咁樣就即係見到佢轉載咗一啲相片，就係咧呢一個咁樣嘅，即係風林火山嘅呢一個內個影評場嘅一啲相片啦。佢可能有啲朋友參與咗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就留咗，即係除咗 share 之外，就留咗一啲都幾令人震驚嘅一啲言論嘅咁樣。咁佢就咁樣寫，就係一個不懂尊重別人的人，心理變態的人的作品，就算我們按合約精神完成了90%的動作，也不值得期待。即係佢 share 風林火山，即係嗰個首映場影評場嘅相片，講句咁嘅嘢，咁好明顯就係佢對呢部電影都幾大元氣啦咁樣。咁佢冇開名。咁但係亦都已經引起咗一種比較熱烈嘅討論，就認為佢講緊嘅咧呢個所謂不懂得尊重別人的人啦、心理變態的人啦，咁就係導演麥浚龍啦咁樣。咁風林火山嘅 Roll Credit 嗰度顯示啦呢部電影嘅動作指導咧就係鄧瑞華。其實一直都係嘅，所有基本上風林火山嘅宣傳啊、嗰啲海報啊、官宣啊，一路都係署名咧就呢部電影嘅動作咧就係鄧瑞華。咁的確咧，即係都令我幾意外嘅，因為其實坦白講就阿華哥咧就喺呢個行業嗰度當然好耐啦，但係即係如果去到一個咁樣幾億嘅作品咧，即係通常咧慣例嚟講咧，要去孭一個咁貴嘅電影嘅動作咧，通常都會係一啲再資深啲嘅一啲動作指導嘅，譬如話可能去到董瑋啊，或者係李宗志啊、智叔啊。又或者係好似喺僵屍裏面同Juno 合作過嘅黃偉亮啊咁樣，咁但係揾鄧瑞華亦都無可厚非啊，即係可能因為即係佢可能同阿導演比較合得嚟啊，或者係有各種原因，咁都冇所謂嘅。即係我覺得呢啲即係揾邊個做動作指導都係一種所謂嘅個人嘅偏好。咁香港嘅動作指導咧都係好專業嘅，喺我心目中，即係佢哋能夠做到嘅動作啊，可能比起荷里活嘅動作指導啊，即係 stunt coordinator 咧係更加多範數嘅。咁但係即係原來咧喺呢一個咁樣嘅新聞咧，先至爆出咧，原來咧風林火山咧喺拍攝嘅過程之中咧係曾經揾過洪欣欣咧係做呢一個所謂嘅動作指導。咁但係因為中間發生過啲事，所以先至轉咗做鄧瑞華。咁啊，明報引述咧曾經參與過呢部電影嘅人士就話啦洪欣欣咧設計嘅動作咧大部分都係有留用嘅，即係喺而家嘅 Final Cut 嗰度咧有好多個部分嘅動作部分都係由洪欣欣去指導啊、設計啊咁樣，咁令到洪欣欣咧感到不快咧，最主要咧就係呢個所謂嘅拍攝意見嘅分歧啦，有一啲唔愉快嘅事件發生過啦咁樣，咁但係即係 so far 咧，其實去到現時為止到呢一日為止咧洪欣欣咧同埋呢一個所謂嘅電影發行嗰邊咧，都係冇為呢一件事咧去做過啲咩回應嘅咁樣。咁就係有咁嘅講法啦就係洪欣欣咧就不點名咁去開火咧，就涉及到咧所謂嘅署名嘅問題，就認為啦既然戲裏面咧保留咗好多咧係佢做設計嘅呢一個動作場面啦，或者佢主理嘅動作場面啦，咁所以喺嗰個所謂嘅 Roll Credit 嗰度，即係喺嗰個名單嗰度就
唔應該就叫做客席嘅呢一個動作指導，因為據說而家咧喺嗰個電影 Roller 嗰度咧，洪欣欣咧係署名為呢一個所謂嘅客席動作指導。就其實喺洪欣欣嘅角度之中咧，佢起碼咧都要係聯合動作指導，甚至乎佢係動作指導嘅其中一個分子咁樣。咁但係咧，亦都咧，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啦，而家有一個所謂嘅網絡啦，大家有個 thread 咁樣就好多嘢講嘅咁啊。但係個人講嘢都唔負責嘅，因為個人都係用一個所謂嘅網名去講咁啊，所以有好多嘢好多意見出咗嚟。咁但係咧，呢啲是否真確咧，就大家自行去判斷。咁喺洪欣欣作出一個咁樣嘅網絡上面一個指控之後咧，咁有啲人咧亦都喺 thread 嗰度咧就係去留言啊，去講啊咁樣。咁亦都可以想象到啦亦都係會有啲所謂相反嘅意見，係反而係認為洪欣欣咧講嘢咧係 bullshit 嚟嘅咁樣。咁根據咧某啲喺 Thread 上面咧就發表嘅言論咧，就反而係指咧就係咧洪欣欣咧喺擔任風林火山嘅動作指導嘅時候咧，就係牽涉到好多嘅安全問題，就導致到咧就好多嘅可能參與拍攝嘅武師都係受傷甚至乎有 call 白車嘅問題。咁啊，即係根據嗰個留言啦，甚至乎就話啦，令到導演組咧擔驚受怕。咁直到去到即係揾咗鄧瑞華咧去接手之後咧，即係呢一個情況咧就先得到改善。嗱，有啲咁樣嘅意見出咗嚟啦，咁但係我再重申一次啦，喺 Thread 上面咧，大家都用個網名，係冇人做一個所謂嘅實名嘅指控嘅。咁所以咧，基本上呢啲所謂嘅意見咧，究竟係啲咩意見咧？大家就要自行判斷啦。嗱，我冇話邊個啱邊個唔啱，但係咧，大家要明白喺而家嘅網絡世界上面咧，每個人講嘢咧都係下巴輕輕嘅就算乎係有名有姓嘅人或者係實名舉報嘅人，究竟佢哋講出嚟嘅嘢有幾多係真確嘅咧？咁我覺得咧呢啲嘢咧都係無從判斷嘅，甚至乎係喺一個咁大型嘅電影製作裏面，究竟邊個人做緊嘅嘢係真係牽涉到所謂嘅呢啲指控咧？咁樣咁其實都係我成日會覺得係一個角度嘅問題。究竟動作指導嘅手下人受傷，究竟呢一個係出於動作指導不力定係因為佢要完成某啲人嘅堅持，而令到呢啲參與拍攝嘅人係會不斷咁樣去受傷呢？咁樣呢個係只有喺劇組裏面或者只有份參與嘅人先至能夠講得出嚟，甚至乎 eventually 即係去到最後，究竟喺一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即係呢種堅持為咗要完成呢一個目的坦白啲講句就不擇手段咁樣，係咪一種完全係錯誤呢？咁樣嗱，呢個都係有一個所謂討論同商榷嘅餘地。咁所以咧，我喺呢度咧，我係唔打算去做任何嘅評理或者係做任何嘅判別呢個就交俾就係各位聽眾你哋自己去衡量啦。咁但係咧，喺透過呢一啲咁樣不斷爆出嘅一啲事嗰度咧，你反覆印證咧，就反而咧就可以其實某程度上印證到咧之前嘅一啲 rumors 可能係的確係曾經存在嘅。例如頭先喺節目一開始都講過啦，即係好耐幾年前已經講過，就係呢一個所謂嘅任賢齊同呢一個 Juno 喺片場據說因為拍攝嘅一啲所謂安全問題而炒大鑊。咁如果係咁樣講的話咧，會唔會係其實咧喺呢一個《風林火山》嘅劇組裏面係的確係出現咗一種咁樣嘅情況，就係話係因為要完成所謂導演或者係拍攝計劃上面嘅一啲嘢，而一啲拍攝可能有一定嘅危險性，但係咧都仍然堅持要去做，所以導致到有人會受傷，而因此而有咁樣嘅鑊氣咧咁樣。即係的確喺透過呢一啲咁樣嘅旁敲側擊咁樣，你可以睇到呢個劇組咧，似乎係有一個咁樣嘅問題去存在。即係有試過炒帽子，即係我唔知邊個炒邊個啦即係洪欣欣即係唔撈定係個劇組換人咁樣，呢個就不得而知啊。咁但係而家好明顯就係即係洪師傅咧就好有鑊氣啦咁樣。咁但係有趣地咧，原來我而家先發現咧，原來洪欣欣咧原來係移居咗去英國嘅。我而家先知佢已經唔喺香港住噶啦，佢同佢太太已經係移居咗喺英國。咁我最近先知因為我見已經好耐師傅都冇作品因為以佢嘅知名度，老實講，即係要返大陸拍戲都好應該好容易揾到資金或者好多導演會好願意同佢合作，但係又冇原來佢反而係嚟咗，同好多香港人一樣係嚟咗英國咁樣，咁都幾令人意外咁樣。咁
咁好啦，咁啊呢一個咁樣嘅所謂母子嘅風波咧，就暫時講咗咁多先。一陣間咧講到去維斯亞嗰個部分咧，就再有少少 follow up 嘅。咁啊嗱，而家咧先講咗第二樣嘢先，就係咧喺呢一個咁樣嘅《風林火山》上映之後咧，亦都有一啲網民啊睇過觀眾咧，就係 bring up 咗另外一個問題，就係黃偉文呢一個情況啦，咁樣。嗱喺7-8年前嘅呢一個 Juno 放出嚟嘅《風林火山》嘅 making of 咧，大家就好清晰見到咧，裡面咧係有黃偉文啊，即係呢一位殿堂級嘅填詞人咧，去參與演出嘅。咁的確咧，之前我都做過一集節目，就係講到咧，有好多嘅同音樂有關嘅人士咧，都係有份參與呢一個《風林火山》嘅演出嘅，例如音樂人蔡德才啦 ，RubberBand 嘅吉他手阿正啦，另外仲有就係作曲人 Gerald 啦，陳哲勞啦，另外仲有盧冠廷啊咁樣，咁啊其實都即係有唔少同音樂有關嘅人士咧，都係有份參與呢一個風林火山嘅。係，仲有就係之前喺講參與風林火山演出嘅節目嗰度，我都有講過，其實夏韶聲都有份演出啦。因為原來夏韶聲我睇翻咧就即係睇翻一啲 making of 咧，就應該係古天樂嗰邊殺手嗰條線嘅。咁啊，我亦都唔知道佢哋。即係最終呢啲角色，頭先講嗰啲人究竟佢喺個 final cut 嗰度出現咗幾多秒啦嚇？呢個就即係睇過朋友先知。咁但係咧喺呢一個咁樣嘅當年嘅 making of 嗰度，大家就見到咧黃偉文有份參與拍攝喎。但係咧點解咧去到 final cut 嘅時候咧，就反而係即係好似不見蹤影嘅？但係咧又似乎咧有個人咧又好似佢咁樣。咁啊，根據咧當年嘅一啲拍攝嘅花絮咧嚇，黃偉文咧就應該係參與《風林火山》拍攝裏面咧係飾演咧殺手嗰邊嗰條線嘅。但係到上映之後咧，就有傳啊，有啲觀眾咧睇完就有個 feedback 就係話咧，呢個角色似乎咧就俾人用 AI 換咗面，連 raw credit 咧都叫做唔係叫黃偉文，就話呢個演員叫陳耀文，係啊。咁啊就試完咧，即係呢一個戲裏面咧嚇。就最終喺呢個 final cut 裏面咧，就有一個亞佬殺手，咁啊身形豐滿啦，有光頭啦，咁啊其實有啲似咧就係 Wyman 嘅，咁但係咧即係喺呢一個頭先都講過啦嚇，喺呢一個當年 Juno 放出嚟嘅呢一個 making of 裏面咧，就大家見到啊 Wyman 咧有份拍攝啦、演出啦，就同呢一個劇組啦商討劇情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網民咧就會覺得啦嚇，呢一個 Wyman 咧係有份參與拍攝，但係上映。即係呢個版本咧，就唔知點解佢嘅角色咧就會被人用 AI 咧就係後期換面嘅，甚至乎咧連呢個 raw credit 咧都係署名咧就叫做陳耀文，就唔係黃偉文嘅咁樣。咁有好多個揣測啦，咁樣就係話，譬如話電影為咗攞到大陸嘅批文啦，喺剪接過程之中咧就係好多改動啦，甚至乎係關於呢部電影，即係之前係一啲我做過嘅一啲影評嘅一啲影片都講過，呢部電影唔單止係因為所謂大陸批文，即係審查嘅過程係需要去到好多嘅重新剪接啊，甚至乎補拍，根本上喺拍完即係2018年拍完之後，喺剪接嘅時候已經發現到係有啲所謂嘅剪接嘅問題，即係有咁樣嘅傳聞啦。於是乎咧就劇組咧就揾咗張叔平咧已經去叫做幫手去砌故仔啦咁樣，咁啊，然後咧就有個咁嘅說法就係話咧，即係張叔平咧就同阿導演講，嗱，你呢度少咗一忽，嗰度少咗一忽，咁唔該你補翻佢啦咁樣，咁所以導致到咧《風林火山》嘅劇組咧喺2020年嘅時候咧係曾經做過一連串嘅補拍嘅，咁當年甚至乎係傳出過導演組收唔足錢添啦，呢個就即係記性好嘅朋友就可能仲記得，因為我哋呢啲即係行內嘅人咧，就即係當時有聽過咁樣嘅傳說，咁樣就係有啲導演組就收唔足錢咁樣，咁啊已經覺得套戲可能係即係資金上啊，或者係即係有啲所謂嘅資金嘅問題啊，定點樣，即係已經覺得呢個電影係一個即係有啲問題嘅呢個製作，所以點解搞咁耐咧？就真係實有原因嘅，就冇可能係純粹因為導演成日口中念口簧講嗰幾樣嘢，疫情啊、坂本龍一先生死咗啊，咁啊，即係唔好講呢啲咁嘅嘢嚇。套戲本身就係好多問題嘅，咁但係呢啲問題去到上映之後咧，就不斷咁鋪面啦，甚至乎然後去到連黃偉文呢一個角色都有人覺得佢係後期俾人 AI 換咗面嘅咁樣，咁啊就即係據說啦，就係因為可能係剪輯問題就將嗰個角色剁咗或者係點樣咁啊，但係咧就即係揾唔到阿 Wyman 翻嚟補拍啦。
咁於是就 AI 啦換面啦咁樣，咁啊補翻個氣氛咁啊算啦咁樣。咁啊呢個講法咧大概傳咗都幾日嘅。咁但係咧去到咧我啱啱咧就睇到咧就係香港01嗰邊咧就住呢一個咁樣嘅說法咧就同呢一個即係風林火山嘅即係發行啊宣發嘅部門咧就係去求證啊。咁竟然咧就係有一個咁樣嘅回應喎。咁啊咧就係呢個發行商啦宣發部咧就話啦嚇，呢個所謂嘅 AI 換面咧取代咗 Wyman 呢個角色嘅做法咧並非事實嚇，並冇用 AI 換面，而係咧確實咧係有呢一位演員嘅，係有陳耀文呢一位演員嘅，而且咧宣發部咧係提出咗一個非常之有力嘅證據嘅，因為咧呢一位演員咧陳耀文咧原來咧係有份參與咧嚇喺即係早幾個月咧喺康城嘅呢一個首映嘅。咁啊的確咧嚇，如果大家咧去睇翻香港01嗰個報導咧嚇，係的確咧喺當時呢一個康城嘅首映嗰度咧係的確係有呢一位嚇即係肥肥地有啲鬚嘅演員咧嚇去參加呢一個咁樣嘅首映團嘅咁樣。咁啊據說呢一位陳耀文咧就係導演阿 Juno 嘅一位好朋友咁樣。咁啊究竟即係咪真係呢一個就係所謂嘅事實咧咁樣？咁啊我都覺得都幾肯定啦咁樣。即係原來啦嚇，可能咧黃偉文參與嗰個部分咧就唔係呢一度。咁但係大家都覺得嚇，因為睇咗嗰個咁樣嘅 making of 就覺得Wyman 就係嗰個角色，但係事實上就唔係。咁但係即係事實上啦嚇，即係 Wyman 究竟點樣冇喺呢一個 Final Cut 嗰度出現咧，亦都無從得知嚇。即係其實有好多人相信都有份參與拍攝過呢一個《風林火山》，但係即係學張堅庭導演話齋，張堅庭導演咧原來佢都有份客串呢一個《風林火山》嘅，但係咧據說咧去到呢個而家做呢個 Final Cut 咧就係得幾秒嘅啫。咁就係出嚟幫阿高圓圓擋子彈咁樣就冇咗啦咁樣。咁啊，但係就拍咗好多嘅，據說就係。咁但係就張堅庭都話啦，冇所謂啦，即係呢一個導演都係使老豆錢咁樣咁啊，片酬都係令到佢參與嘅一個好主要嘅一個部分。咁啊，當然即係阿導演都係講笑啦咁樣，咁啊半講笑啦嚇咁樣咁啊，大家都知道即係導演都即係 Juno 導演都係好有才華嘅，即係喺佢哋呢班演員嘅心目中咁樣。咁即係咁樣啦，即係一個咁樣嘅角色都可以係引起爭論嘅，就係有人會懷疑呢部電影就會有呢啲所謂嘅 AI 換面啊、換角啊咁樣。咁但係都即係有咁樣嘅猜度啊，有咁樣嘅聯想啊，都你可以話係合理，因為事實上呢啲事喺中國電影嗰度咧就真係偶有發生嘅。一啲唔願意俾佢上鏡嘅人啊，就係用呢個方式咁樣去換咗佢咯咁樣。咁但係黃偉文有啲乜嘢係令到佢唔可以喺一個所謂嘅即係合拍片或者係即係喺中國電影市場發行嘅電影嗰度出現咧咁樣咁啊，我都諗唔到嚇。即係如果移居去英國就成為咗一個不能出現嘅理由咧，我就覺得就即係都幾可笑咯嚇。不過就呢個世界好多事發生起上嚟嘅時候都好可笑嘅，講真都。咁啊，最後啦講下衛詩雅啦，即係最近衛詩雅咧都有幫呢一個《風林火山》咧去做一啲所謂嘅宣傳。咁但係事實上咧，衛詩雅咧喺呢一個《風林火山》裏面嗰個參與嘅部分咧就唔多嘅嚇，佢主要就係即係同我之前預計嘅一樣啦，就係劉青雲嗰邊嗰個所謂嘅緝毒特警組嗰度啦咁樣，因為佢都有一個即係當時嗰個劇照影咗出嚟咁樣，咁我都引述過啦之前都。咁啊，衛詩雅根據衛詩雅同余一做嘅一個專訪啦嚇，都可以睇到一啲幾有趣嘅嘢嘅咁樣。咁啊話說咧嚇。咁啊，要將個時鐘撥去8年前啦。咁啊，2017年嘅時候，咁啊，衛詩雅咧就係當時咧同而家嗰個所謂嘅星途啦爭好遠啦咁樣。咁雖然咧嚇，即係當時衛詩雅都有拍過唔少嘅電影啦，咁但係都係仍然係一個所謂處於一個浮浮沉沉嘅時間。咁啊，2017年嘅時候咧，我記得啦嚇，衛詩雅咧應該嗰一年咧就有套失眠啦，就係上映啦。咁啊，大家如果有睇翻失眠咁樣。咁嗰部電影都係即係以黃秋生為主啦，咁樣衛詩雅都仲係做一個配角咁樣。
即係佢都仍然係維持住一個所謂嘅配角靚女，啲人都認同佢好戲，但係就係覺得可能佢嘅聲圖啊爭啲啊，甚至乎係即係可能嫌佢冇聲味啊，呢樣嗰樣啊咁樣。咁所以咧喺嗰個時間咧，衛詩雅咧就即係處於一個所謂做演員嘅一個好十字街頭嘅。咁啊，根據即係衛詩雅嘅憶述啦嚇，就係佢有一段時間咧都係冇嘢做啦，冇戲拍啦，冇收入啦，自我懷疑啦，就喺度乾等啦咁樣。咁直到有一日咧，竟然收到咧 Juno 咧係揾佢咧就係參與呢一個風林火山嘅演出。咁咧根據咧佢嘅記憶咧，即係8年前啊，即係其實咧你而家問翻我2017年嘅事我都唔記得。咁啊，即係根據衛詩雅嘅記憶咧，就係話咧佢當時咧就應該就冇睇個劇本嘅，咁純粹就係麥浚龍去 approach 佢，就同佢咧就講咗好多一啲所謂嘅劇本上面嘅嘢。即係冇一啲 written 嘅，但係就反而係用 verbal 咁樣同佢講咗好多關於呢個戲嘅故事啊、世界啊，或者係想揾佢做嘅一啲角色上面嘅嘢啊咁樣。咁同好多嘅其他演員都一樣，劉青雲啊、梁家輝一樣，即係都係話其實 Juno 係一個好中意講好多嘢俾你聽嘅人，會諗咗好多呢個角色背後嘅一啲嘢，佢要講俾你聽。咁所以咧就即係好視乎你同佢合唔合得嚟啦咁樣咁。衛詩雅咧就都認同咧，就係即係同阿 Juno 咧都係喺呢一個傾談上面咧係交換咗好多嘅意見嘅。咁啊佢就話啦 ，Juno 當時咧就同佢講咗好多嘢，就唔單止係劇本個故事咧，仲分享咗佢嘅人生觀啦、想法啦、對呢部電影嘅睇法啦、對世界嘅睇法啦咁樣。咁啊都係一個好典型嘅一個好渴望俾人了解同埋。好想人哋明白佢諗緊乜嘅一個即係天才型嘅人啦嚇，即係咁樣講啦嚇咁樣。咁啊，衛詩雅就記得咧，當時咧佢聽咗好多，就對即係導演所描述嗰個世界、嗰個電影個世界、嗰個風林火山嘅世界就好好奇。咁於是乎咧就答應咗參演啦。咁但係根據咧衛詩雅所講法咧，就當時原來咧係有2個角色係俾佢揀嘅。咁啊，最終咧就揀咗呢一個即係特警組嘅呢一個細佬嘅呢一個角色啦嚇，就同劉青雲係即係搭檔咁樣嘅。咁啊，另外一個角色究竟係邊個咧？咁我就推測啦，會唔會就係殺手線啊古天樂嗰邊嗰個小葉咧？咁樣就而家就係即係國內嘅演員啊姜佩瑤做咗啦咁樣。咁嗰個角色就係成日咬住個棒棒糖，就係跟住古天樂咁樣，咁就係佢嗰邊嗰條線。咁會唔會就係嗰邊嗰條線即係嗰個角色都係預留咗俾衛詩雅去選擇咧咁樣？咁最終咧，衛詩雅就選擇咗即係做警察啊特警呢邊啦。咁原因咧，我相信就好簡單嘅啫。因為點解咧？因為如果喺特警組呢邊咧，就同劉青雲合作啊嘛，係咪先？咁一直衛詩雅都話佢好欣賞劉青雲。咁甚至乎咧係因為劉青雲咧讚過佢喺電影《暴風雨》裏面嘅演出咧，而開心咗好耐。咁可想而知，能夠同自己嘅偶像一齊，即係同場演出，咁固之然係一個好大嘅誘因啦。仲要係收錢，收足錢。你知 Juno 導演嘅電影一定係收足錢㗎啦，係咪先？即係片酬一定高嘅。咁所以咧就即係我都聯想到就係話，如果我係衛詩雅當時咧，我都會咁揀。雖然另外一邊嗰個係古老闆，但係咧即係能夠揀到劉青雲咧，咁當然即係以衛詩雅當時嘅精神狀態，梗係揀咗青雲哥先啦咁樣。咁所以就揀咗做呢一個即係特警嘅角色。咁佢咧又憶述翻當時少少拍攝上面嘅一個過程嘅。咁我都覺得係可以俾大家咧再參考一下嘅咁樣。咁譬如話佢講到咧就係即係呢部電影咧，即係衛詩雅個角度啦，佢覺得呢部風林火山嘅電影咧嗰個動作設計咧好靚嘅，每場戲咧好多爆破好多動作啊咁樣。咁因為當時咧佢自己就唔係好擅長拍動作戲咧，所以每一場戲都好緊張。咁有一場戲咧就係要衛詩雅跑啦，然後梁家輝咧就喺佢面前嗰度烏低身，然後咧衛詩雅咧就踩上佢背脊嗰度，然後跳。咁因為咧衛詩雅就話咧就比較少拍動作啦，咁樣就喺拍完之後嘅第二日咧就拍唔到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咧原來咧拍完呢一個咁樣嘅動作之後咧，梁家輝先生咧就整親咗條腰啊，就要休息幾日。咁咧就
衛詩雅咧就當時就覺得哇死啦，係咪我踩傷咗家輝哥個背脊咧咁樣？咁啊感覺到咧好驚啦，好內疚。咁啊去到咧即係第二朝咧即係開早班啦咁樣，咁啊食早餐嘅時候就見到阿梁生，就見到佢咧都好似狀甚幾痛苦咁樣。於是乎咧佢就好驚啦，又唔敢食早餐啦。咁啊直情咧就即係跑開咗，驚阿梁生鬧佢咁樣喎。嗱，咁啊，從呢一啲咁樣嘅過程之中咧，呢啲咁樣嘅演員嘅一啲藝術咧，已經可以睇到，即係拍一個咁樣嘅動作嘅場面，導演咧都會要求啲演員咧就係親自上陣，就譬如話即係梁家輝啊，即係衛詩雅咁樣，咁佢哋都唔係動作演員，都要叫佢哋自己去做。咁甚至乎咧，因為拍攝呢啲咁樣嘅動作，而令到梁家輝個背脊咧、條腰咧都受傷嘅。就要唞幾日，咁從呢一啲咁樣嘅角度，會唔會睇到其實呢一個劇組裏面咧喺處理動作上面咧，就的確係有啲問題嘅。即係點解唔用替身咧？點解唔考慮翻個即係演員個狀態，而要個演員去親自上陣咁去冒險？結果就真係搞到佢有所謂嘅受傷，要唞幾日。即係會唔會導演嘅取向？都係為咗要求真實啊，要一 shot 落啊，要好多即係好多佢嘅要求啊，而令到演員係的確係冒咗一啲所謂嘅風險咧咁樣。咁另外仲有就係喺處理呢啲咁嘅動作嘅時候，咁我譬如話好似衛詩雅咁講，即係譬如話會唔會係呢一啲咁樣嘅動作係 improvisation，就係喺現場嗰度演員先至知道要做。咁結果咧喺缺乏呢一個訓練同埋即係練習底下咧，就係你只有現場學現場做，就好似以前嘅港產片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就會增加咗所謂嘅即係表演上面嗰個所謂嘅出錯甚至乎受傷嘅風險。咁從咁少嘅事都已經可以印證到，即係前邊我較早前講到呢個即係洪欣欣啊動作組啊嗰個問題。咁會唔會係的確喺呢一個劇組裏面係一直都有一個所謂嘅安全啊呢啲咁樣嘅問題咧？嗱，你喺其他嘅戲裏面咧，係好少聽到咁多呢一啲咁樣嘅新聞啊、性啊咁樣，咁甚至乎係即係香港都老實講拍好多動作片啊，即係邱禮濤啊各樣拍好多，咁唯獨是點解係呢一個風林火山係特別多呢一啲關於動作啊安全問題嘅一啲傳聞啊花邊新聞出現咗咧？咁會唔會係的確係因為出於咧即係 Juno 導演呢一位咧都唔係拍過好多戲嘅一個電影人啦就係佢喺一啲所謂嘅要求同堅持上邊係的確同行業裡面嘅一啲norm 啊，一啲所謂嘅約定俗成啊，甚至乎有一啲基本嘅一啲要求咧係有所就唔好話違背啦，係可能有啲所謂嘅衝突啦咁樣，咁所以導致到咁樣嘅情況咧咁樣咁。我自己會覺得啦，即係大家香港人咧就中意評理嘅好中意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就中意企即係揾立場企邊邊啊嘛咁樣。咁有啲人就會話，即係洪欣欣師傅就係即係鬧都有道理呢啲咁樣嘅富二代導演啊，即係不知人間何世啊，又拍出嚟啊咁樣啊咁樣，咁啊抵鬧。咁有啲人又會覺得，即係洪欣欣你呢啲過氣嘅電影人咁樣，咁啊即係同而家嘅行業都已經係有所距離啦，咁樣咁你仲好明顯就係即係配合唔到而家個拍攝啦，咁樣咁你仲講啲乜啫咁樣？咁啊好多人中意評呢啲，我啊冇興趣。我永遠都係一樣嘢，就係我睇呢啲咁樣嘅新聞咧，我就係其實想揾翻一個所謂嘅，即係究竟香港嗰個電影嘅製作係發生咗啲乜嘢事？點解會有啲咁嘅事發生？點解會有一部電影可以搞咁耐啦？點解一部電影可以有咁多嘅新聞啦？點解一部電影可以有咁即係出現咗一個咁兩極化嘅一啲嘅意見啊，甚至乎係影評咧咁樣？呢個先係我最關心嘅。甚至乎係呢部電影對於成個行業嗰個所謂嘅指標，而家香港電影咁弱啦，咁啊即係呢一啲咁樣嘅大製作基本上係 zero， 唔係買少見少，係冇啊。係冇呢啲咁樣嘅大型製作再開㗎啦，已經係咁。究竟嚟緊即係會仲發生緊，即係香港電影仲會發生啲咩事咧？咁樣咁啊，呢個先係我最關心嘅。所以咧，其實做咁多嘅呢啲嘅相關嘅節目咧，一方面叫做攞呢啲花生嚟叫做即係趁下熱度啦。咁但係 eventually 我都係希望能夠透過呢一啲咁樣嘅分析啊，呢啲咁樣嘅轉載咧，去刺激大家去思考一下究竟即係
呢個電影甚至乎呢個行業究竟裏面發生咗啲咩事。咁當然好似感覺上係有啲話你都好似好即係懶偉大咁樣喎，咁啊，但我成日都覺得即係你哋成日咁中意食嗰啲花生啊、平利啊，咁有啲咩味啫？你不如諗下呢啲事能夠代表到啲乜嘢背後有啲咩嘅啟示仲好啦，係咪先？咁啊，無論如何都好啦，即係《風林火山》呢部電影，我都係仍然好期待佢能夠喺英國呢邊上映，咁我都盡量都會抽時間嚟睇嘅咁樣。咁啊，睇過嘅朋友不妨啦，你哋講下自己對於呢部電影嘅感受啦嚇，中意又好，唔中意又好啊，大家都係隨便發言啦嚇。呢部電影都係一個所謂嘅 talk or town 嚟㗎啦，而家一定係。咁啊，多謝大家收聽今集嘅節目啦，希望大家對於呢個《風林火山》嘅一啲即係花邊嘢都係感興趣啦。咁啊，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太理台啦，希望大家都可以訂閱啦、like 啦、留言啦，咁啊分享啦。咁另外咧，我哋每集有個 PayMe Code，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實體支持。咁啊，今日呢集節目咧暫時講住咁多先啦嚇，我哋喺其他節目再見。好，係咁，拜拜。